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所发起的“揭露幸福民众”的游行，后日8月20要来登场。到时阵，侯友宜会到场来声援。民进党是派秘书长带队专程来参加。郭文泰本地东港有其他的行程，即马嘛决定要来参加，嘛要来致辞。另外，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着总统大选上新的民调，有超过半数的选民看好赖清德会来当选。若郭文泰甲侯友宜因的看好度拢无到2成。出席选择之友会成立活动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天到东台湾的花莲争取支持。一个人走得快，一群人才走得远。可是这一群人要走得远嘛，并不是说乌合之众，他还是要一个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的才有办法形成一个真正的团队，才可以一起走得远。拜访基站郭文天嘛，特别要参加8月20日凯道举行的行路移民的大游行。另外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嘛会参加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虽然未出席，不过会指派秘书长柯立明带队参加。行政院嘛提出行人交通安全的政策纲领，并且通过道路交通安全的基本法来呼应。地方政府他想要去把它做一个改善，中央如何来做一个抑注，然后呢，法令如何让它更完善，这个应该是大家有志一同，不会因为民进党上来以后哪一个路口会变成危险的一个路口。病急乱投医，一旦民间有大的反弹声浪了以后，行政院就搞一个东西出来应对某一种程度的缓兵之计，或者大撒币来面对问题。虽然道安的问题引爆哪里的攻防，不过上次的民意调查显示，讲2024年总统的大选有56.6%的选民看好赖清德当选，郭文泰甲侯友宜看好度拢较无2成。除了25岁到34岁选民认为赖清德、郭文泰可能当选的比例接近，其他各年龄层拢看好赖清德。另外特别的是，侯友宜伫20岁到24岁看好度是0。如果是科学专业的民调数字，我们都会参考，但重点是现在有60%的民意支持政党轮替，我们会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，一起来获得民众的最大支持，一起下架无能的民进党。因为绿营气势长旺，蓝军即马拍什么赶紧整合，团结友军，想出一个制胜的办法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